男人因拿不出50万的彩礼，被女方百般侮辱，无奈之下准备付个首付先少来几千，果断有效的方式彻底让对方哑口无言。此时的男人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于是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警员安迪的身上。安迪的母亲连忙说，女儿只是911的临时接线员，根本就没有配发武器，也不会对你构成威胁。可现在的男人已经不再相信女人的哄骗，不过手枪恰好在这个时候卡壳了。随后他拿出匕首准备继续输出，结果被护女心切的母亲用手应声接下。男人被对方无痛觉的表情感到震惊，那是因为他低估了这个不起眼的母亲。回手掏。看着倒地的凶手，女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平时连鸡都不敢杀的母亲，如今居然杀人了，而母亲的嘴里却不断的默念着：下雪了，他快要回来了。另外，母亲还叮嘱安迪，在警察的面前千万不要乱说话。通过媒体的发酵，母亲英勇救女的事件很快就上了抖音的热门。与此同时，不知是何地的男人端着酒杯也看到了新闻，然后走出房间给他人打去电话。看来母亲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秘密。警方赶到医院向安迪了解情况，他们询问安迪的母亲曾经是不是当过兵。很显然，警方也对母亲的身份产生了怀疑。安迪马上想到了母亲的忠告，于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说出真实的经过。就在警方继续追问时，母亲竟突然出现，打断了他们的盘问，并且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与警方的合作。可警方刚走，母亲就要求办理出院，离开时还不走正门，选择从后门回家。刚出医院，母亲冷漠地与安迪决裂，不准备再让他回家住了，甚至让他连夜离开小镇。难道是案发时自己的懦弱，导致母亲现在对他的不原谅吗？其实发生这一切，安迪也很自责，所以他没有过多的解释，一人回到了宿舍。看到热搜的留言，几乎都是责怪他胆小怕事的，躲在老人的身后保全他自己。此刻他决定骑车去找母亲，如实说出自己当时内心的恐惧。就在出门前，钥匙不慎掉在地上，去捡钥匙的同时，安迪看到了神秘人的影子。